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平安。在今天的早上，就让我们带着一颗渴慕的心，来到圣殿中，我们来寻求主的面，在爱慕里献上我们全心全人的敬拜。让我们一起来赞美、称谢我们的神。当我们要赞美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要打开来，我们的心就要全然的向神。邀请你，让我们发出我们的声音来赞美，发出我们的声音来敬拜。诗篇145章1到3节这样说：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的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是的，主啊，我们要一生一世的来赞美你。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你的爱就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就要喜乐；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欢呼。你就医治我们，为我们征战。主啊，我们要称谢你，要赞美你。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乱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我要开口向你，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此时我们要一起同心，为了以上几件事情来祷告。我们为了我们所犯的罪来求主赦免，也为了病痛治疗中的弟兄姐妹们，失去亲人哀伤中的家庭，求主的圣手来医治与安慰。也为了牧师今日的讲道，求神恩膏牧师，让牧师今日所传讲的信息，神的话语就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也为了南部的缺水、世界的和平，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谢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谦卑承认我们的软弱、有罪的本性。主，我们常常来犯罪，来得罪你，离开你的正道。主啊，恳求你。
主啊，我们将自己全然的献上，也将我们的重担带到十字架前，奉主耶稣的名宣告：耶稣在哀伤、软弱、病痛中的弟兄姐妹们身上掌权做主，拒绝一切疾病、疼痛以及哀伤、负面情绪来搅扰。圣灵生命的活水要浇灌每个人的身上，医治一切的疾病。主啊，求你圣灵生命的活水要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家庭中。你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担当我们的重担，医治一切的疾病。你掌权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将今日的主日礼拜、牧师的讲道全然交托，求主你带领主日的程序，一切都能够顺利。牧师今日所传讲的信息，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成长与领受，也特别为了南部缺水献上祷告，恳求主你的恩雨就持续的浇灌在这干枯缺乏的土地上，滋润着你所应许之地。求主施恩怜悯，让乌俄战争早日停息，世界恢复重获和平与和谐。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你的圣名祈求，阿们。此时也我们也要请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当神你的恩膏满溢，我的心不再封闭，赞美你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你不如雪花飘逸，心中的乱流让人生气。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我要欣然献上，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一生一世脚步不离，一生一世脚步不离。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即便我们远离了你，你还是对我们不离不弃。谢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经历十字架上的救恩，并天天高举你的圣名，称颂赞美你，荣耀归给你。感谢你，赞美你，主，谢谢你。若非你流出宝血赎回我，
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用完全的爱接纳我。虽然我曾有时心远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学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活，只夸耀你一切为我所做，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拯救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虽然我曾有时心远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学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活，只夸耀你一切为我所做，唯独依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拯救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因你的宝血，恩典的宝血，修补一切再次立约，因你的宝血，牺牲的宝血，坦然无惧到你面前，因你的宝血，恩典的宝血，修补一切再次立约，因你的宝血，牺牲的宝血，坦然无惧到你面前，无瑕疵的爱来到破碎的我面前，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拯救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拯救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的重价宝血赎回我们，赐给我们永活的盼望。主，我们要将今天的敬拜全然交托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感谢你，赞美。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此时我们用的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在
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有高山阻险，无法跨越。在绝望之中，我举目望天，不求黎明，直到黑夜。在幽暗里面，你慈爱彰显，吸引我领到你面前。恩典已成就，结局已呈现，主耶稣永活盼望。有谁能想象这伟大怜悯？有谁能度量如此恩典？洗净永在身，将背至高天，背负我罪，担我羞愧。借十架宣告我已得赦免，万王之王将我拣选，荣美的救主，我愿永属你，主耶稣永活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荣耀倾城里，你成就应许，埋葬的身体开始呼吸，犹大的狮子打破了沉寂，宣告坟墓不再瑕疵你。荣耀倾城里，你成就应许，埋葬的身体开始呼吸，犹大的狮子打破了沉寂，宣告坟墓不再瑕疵你。主耶稣已经得胜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主耶稣永活盼望，主耶稣，我们永远的盼望，永活
谢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主，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你都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求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你主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嬉戏，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求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你主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嬉戏，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嬉戏，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
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行。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行。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行。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上天的掌声荣耀归我们天上的父，谢谢。是的，求主赐给我们行在水上的信心。当我们在遇到风雨飘摇的时候，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神啊，在你面前，在你的里面，就有刚强的堡垒来保护我们。神啊，在主你的圣日，我们一起聚集在你面前，是因为我们确信，在主里面要得着丰盛的恩典。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是一群有福的百姓，因为我们要在你面前，在你的宝座前敬拜、荣耀你，也要从你的话语得到信心与力量。愿今天早上的敬拜，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每一位爱你的子民、敬拜你的子民，都得着荣耀、恩典跟赐福。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同心开口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大家一起来念。我是真葡萄树，我父亲是园丁。所有连接着我而不结果实的枝子，他就剪掉；能结果实的枝子，他就修剪，使它结更多的果实。我对你们所讲的信息，已经使你们洁净了。你们要常跟我连结，我就常跟你们连结。要是不跟我结缘，你们就不能结出果实。正像枝子不跟葡萄树连结，就不能结果实一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常跟我连结，而我也常跟他连结的，必定结很多果实。因为没有我，你们就什么也不能做。那不跟我连结的人要被扔掉，像枯干的枝子被扔掉，
让人捡去，投在火里焚烧。如果你们常跟我连结，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无论要什么求，就会得着。我父亲将因你们结很多果实而得到荣耀，而你们也因此成为我的门徒。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献诗，我们欢迎雅比斯小组，他献诗的歌曲是《我主何等伟大》。我的主，我的神，创造宇宙和万物。我主何等伟大！从永远到永远，诸天宣扬造物主。我主何等伟大！他的名之高，他的国度直到永远。他爱世人，赐下独生子，宝血流出，为我受死，为我复活。我主何等伟大！我的主，我的神，创造宇宙和万物。我主何等伟大！从永远到永远，诸天宣扬造物主。我主何等伟大！他的名之高，他的国度直到永远。他爱世人，赐下独生子，宝血流出，为我受死，为我复活。我主何等伟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感谢雅比斯小组的献诗。现在请本堂的主任牧师夏牧师讲道。今天夏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连结生命之主。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第二堂礼拜大家都充满热情，都很年轻的10岁哈。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说你是最年轻的，好不好？来啊！
年轻就表示有活力了哈，不是年纪的而已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一样的热情哈。我们要来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做你的儿女是何等的幸福，因为我们知道有你可以倚靠。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求你帮助；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主会带领我们走回正途；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主你无条件的供应。主啊，让我们随时知道有你的同在是最大的祝福，因为我们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要通过你的话语来得着学习，得着造就。求你圣灵亲自启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啊，我们虽然是这个5·1劳动节的连假啦，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绝对放假，不过算是也是一个小连假哈啊，难得大家今天呢，我们第2堂礼拜，弟兄姐妹大家都不缺席，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一起来敬拜。今天这个主题哈，我们是用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我是真葡萄树。”那要跟大家分享几个跟我们生命、对我们信仰非常有关的课题。等一下我们会经文再做复习哈。那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跟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平常或是我们非常浅显的一个比喻，但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用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是不是平常在讲故事？是因为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跟门徒讲的。那最后晚餐，我们就回忆到几个礼拜前，我们不是在过这个受难周吗？在4月初的时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耶稣跟学生宣告说：“我要离开你们。”离开表示一种关系的断裂，对不对？离开表示这些学生要怎么去依靠，怎么样继续跟随呢？那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学生3年来应该说是形影不离啦，跟耶稣一同到旷野，一起吃东西，一起睡也在一起。所有的行程路程，等于就是我们早期的那个师父跟门徒的关系，大家是生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讲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就非同小可了。所以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就跟学生这样讲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因为这一个最浅显的比喻，也是最容易让学生了解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中东地区葡萄算是非常常见的水果，换句话说，就是更有经济价值的这个作物。那我们现在都很了解葡萄不只是种葡萄那么的简单呐。现在葡萄成为全世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产业我想跟咖啡差不多，就是光靠一种植物、一种果子，就能够支撑了一个很庞大的产业链。那葡萄应该是当之无愧。那我们看看这些很美的葡萄树的画面，我们常常会在生活中看得见那个我们说垂涎欲滴的这个葡萄水果，非常非常的好吃酸酸甜甜的。其实我们台湾种葡萄也蛮出名的那这些葡萄现在有那个无籽葡萄，哇，一吃下去都不用吐籽的。哇，我们的台湾的那个水果的那个技术种水果的技术那么的高端那这些是葡萄园刚开始种的是一颗一颗独立的，但是后来它会伸展出来变成一个棚架。那这个
这个棚架就是我们台湾这边的水果哈，这个水果园，台湾的巨峰葡萄很出名哈，在彰化大村的出产。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葡萄一个印象之后，我们是要来理解这个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刚刚我提起了哈，葡萄它不光只是一个简单我们贩售的水果，它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高经济作物的一个产业链。尤其葡萄树，它的果子变成葡萄酒，那就不得了了。葡萄酒的酿造就追溯到西元前9000年到4000年。那9000年、4000年，那就是遥远的古代，对不对？哈，那把它叫做新石器时代。所以有人在研究说，这个酒是怎么来的？哈，到底谁发明酒了？哈，你知道希腊神话有酒神，对不对？哈。那其实是，我说这个酒是神创造的啦，因为可能我们的前辈、我们的祖先在不经意当中，葡萄可能不小心放在哪一个锅里面，或是这个瓮里面，然后慢慢它就变成酒了，以为是坏掉了，哎，一喝哇不得了，所以有人把它称作神的饮料哈，那。到底是葡萄酒先发明还是啤酒不知道，就有人在研究这个课题了。换句话说，我要讲的是，耶稣用葡萄来做一个生活的比喻，有它很深的意义在，有意义在。那之前我在查资料说，那个葡萄酒它不只是我们有时候喜宴喝一瓶几百块、1000块就很不得了，那个葡萄酒可以贵到比钻石还贵。现在有记录里面全世界最贵的葡萄酒，有在法国勃艮第那个地方出产的，它1945年的那一瓶这拍卖价就55万美金1716万，这个根本是比金子还贵了啦，还比金子还贵。那我只是说呈现说。葡萄所产生的效应，你看多大？大概跟咖啡类似就是成为全世界。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因为你不可能每一种东西都会变成这样子茶叶啦，这些都是。那这一瓶是全世界最贵的葡萄酒，所以耶稣讲这一些，让我们有很多很有趣的联想有趣的联想。你会不会想到说？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在迦拿，对没有？行的神迹在婚宴的时候，你觉得耶稣把水变成酒，到底是什么酒很多人就想说，也许就是葡萄酒，就是葡萄酒。那总之，耶稣是用当地生活最容易接触到的东西，来讲出一个最宝贵的信息，尤其是跟生命有关的。那既然是生命，从生活最平常的地方就可以看见生命，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跟效应，那是无远弗届的那这个是画家用迦拿婚宴的图了当然没有那么堂皇，是后代的画家把它画出来的迦拿的婚宴应该是一个非常平常一个村庄里面一个家庭娶媳妇了好，那简单来讲，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几个特色。第一个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延伸度长又广，生长形态很奇妙。我想台湾以前农家常看见的是什么？丝瓜，有没有？丝瓜棚哇，种一颗丝瓜，它可以连到整个。以前没有什么遮阳棚，就用那个当遮阳棚那葡萄树也类似这样子，那你会看见什么特性呢？就是说，竟然一棵葡萄树，它的枝子延伸那么远，重点在这里，它的养分、它的水分，而且它还在最远端的地方能够结果子。你看它的那个树枝跟连接的通度是多么的广这个当然是植物的特色啦。我们台湾另外一种植物是延展性很大的，就是榕树。
榕树，哈。其实榕树很多种哎，哈。你知道高雄有一个地名叫做蕉情，有没有？蕉情，哈。鸟松，其实鸟松就是其中榕树的一种。然后，这小鸟它吃了榕树的这个籽，哈，然后随便乱放的话，它就开始长出来。我们在我们的故乡澎湖啊，我们李教授也知道，在澎湖的白沙的一个通梁有一棵大榕树，竟然它可以把整个庙前面的柱子一直延伸，就是那一棵树成长出来。我相信说那棵树一定是在它的根那边有很丰富而且源源不缺的水源，才能够让那个那么干枯的地方东北季风很大的地方，它竟然能够一直延伸。那耶稣用生命树跟枝的关系，要告诉我们说，除了它的生命连结之外，葡萄树的枝子要常被修剪，而且要保持通风、日照跟养分。那就不简单了。所以做农夫的种葡萄人，他们很厉害，他们就会用那个棚架把它延伸出去，让它平均照得到太阳，而且水分能够充分的供应很充分，而且不能太密集。有的树叶被叠在一起，没有晒到太阳，这样会萎缩掉，会枯干掉。而且树跟枝子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这个四大这个成分不能缺的啦，就是泥土、水分、空气跟阳光。那耶稣讲这个故事是在讲说，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是我们平常很常见，特别是中东那个地方，老师用这样的比喻告诉一个很深奥的真理，就是生命连结的关系。因为刚刚有讲到，耶稣要离开了他们，那等于断绝，还怎么连呢？它不只是像树跟枝子这种连结的眼看得见的这个物体的连结，而是生命的连结，一个属灵的连结。人的生命一旦枯干，就像枝子离开了树一样，把自己错接或是凋零在荒芜之地了。那我们也看见说，这些最常见的树跟枝子，有很多美好的一个启示。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也一样。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跟学生讲的这些话，让我们思考到说，在我们的属灵的部分，我们有没有跟主有美好的连结？这连结是属于灵性的部分，比如说你的思考、你的心态、你的品格、你的人生观有没有跟主连结？耶稣在意的是这个，因为耶稣说要离开他们了嘛。学生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到底知不知道耶稣他的老师要告诉他们要做什么？甚至我们知道后来这些学生是为了主、为了福音、为了上帝国的福音，愿意牺牲掉生命，肉体的生命。为什么他们那么的勇敢？是因为他们已经清楚知道了，这个属灵生命的连结是永远不会被物质或是世界的势力或是魔鬼的势力所砍断的。那这个最美好的生命连结，就是耶稣要告诉他们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为什么我们要讨论枝子跟树离开了，而且要被剪掉、被砍掉？它的最原始的地方就是罪，人犯了罪的结果，就表示关系的破裂。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人生生活上，我们就会面对这些挑战。第一个，人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是人跟人的关系；第三个是人跟自己的关系，还有人跟环境的关系。这些关系，我们都或多或少一定会碰到一些挑战、一些障碍，或者是断绝。你可能很好的朋友，因为某种关系、某种原因变成大家互不相往来。也许是另外人的讲了一句坏话、离间的话，就断绝了。你对他的信心产生断绝。你不要以为说我很小心眼，不是，是罪。魔鬼用最好的伎俩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生活上常讲的，现在很多
错误的讯息，对不对？网络很多错误的信息，也是一种在离间我们人跟人互动跟信心的关系嘛。包括人跟自己，你会怀疑自己，你会觉得对自己没有信心，你会觉得我到底所做的对不对？弟兄姐妹，你陷入在这种艰难当中，你不要一直被它绑住，请你回到跟神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只要跟神连接到了，那些困难就会被突破，那些艰难、那些罪就会被消除掉。所以我们会找到这个源头跟神的连接，很多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看到自己微小软弱的自己，因为跟赏赐生命的主耶稣连接，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们之前2个礼拜前，我们才在庆祝耶稣复活。请记得，耶稣说：“我要跟你们连结，不再只是学生跟老师天天生活在一起那一种物质的连结。”请记得，耶稣是因为他用十字架上来舍身呐，他在十字架上舍弃自己，就是为了要打破刚刚我们想那个罪的辖制，或是罪的砍断，他要用生命的血、生命的恩典跟我们重修这些破裂的关系。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复活的主最大的能力在这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接受主耶稣，就是生命的回归，就跟上帝重新建立了关系。这些我们人当然遇到人生各种挑战，或是挫折，或是软弱，或是失败之后，你会发现说，原来最大的症结点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断裂了。那这个就是葡萄树跟枝子当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教导，最核心的生命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哈。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他说：“无论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其他版本的圣经就直接讲跟我们刚刚讲的葡萄树的关系。他说：“一旦有了基督生命的连结，你们就变成新造的人。”因为所有一切的杂质，所有一切的生命的萎缩，要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代替了。他说：“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了。”弟兄姐妹，我们因为看见耶稣这样的提醒，我们怎么样成为结果子的葡萄枝呢？这是一个关键，也是一个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最主要的部分。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很常喜欢用生活上的周遭的物品也好，特别是他们在巴勒斯坦周遭的那些生活上的，特别是农作物、水果、种子，来说明他上帝国的真理。耶稣用了这些使用果子根的比喻比如说芥菜种的比喻、种子落地的比喻、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然后他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说亮点。第一个，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好，葡萄树就是一个生命体嘛但是他说上帝是园丁，所以上帝在管理这个园子。那管理园子的责任是什么？他总不能说把它种下去就让它自生自灭。一个好的园丁就是他要不结果实的枝子就剪掉，这是一个完全的舍弃第一段不结果的要剪掉，但是记得第二段很重要，他说能结果实的枝子他就修剪。那同样是剪了，一个是丢弃，一个是让它长得更好、更丰富，水果又甜又肥美。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果树跟园丁之间的关系。有3个点要来讨论。第一个，结果实的关键。他说：“你们要常跟我连结，我们就常跟你们连结。无论得着你们要什么，就会得着。”我们再回到那个葡萄树，葡萄树它跟
它的枝子跟葡萄树连接，它的养分、阳光、水分、空气都完全的贯通的时候，它自然水果就长出来，对不对？刚刚我们看那些结实累累的葡萄啊，所以求是什么意思？不是你很孤单一直求，求也不来啊。现在水都不下雨啊，我们要求神从天上降雨啊，你不能自己造水，对不对？同样结果实一样，你不是说我要结果，是因为你要回到跟神的关系连接在一起，让你跟神的通道是畅通的，而且我们的主不会把你剪下来丢到垃圾或是到火炉里面，而是为了要保护你，让你结实累累。但是结实累累的前提还包括修剪，那是基督徒常遇到的一个生命的挑战，或是一个痛点。那记得我们要得到主的生命跟赏赐，得到主的恩典跟赏赐，还有我们离开主的伤害，就是没有我，你们就什么也不能做，要像枯干的枝子被扔掉，让人捡去投在火里焚烧。是的，结果的我把它删减，让它养分集中，让它结实累累，非常的肥美。但是不能枯干的，我要把它剪掉丢弃。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已经萎缩掉了，已经不能水分通不过去了，那你到时候就真的会被丢弃。但是我们要容忍神一个合理的修剪、塑造，帮助你。我说，在去年呢，我们复活节的时候，我知道我们主日学办了一个很特别的活动，他们请了老师来教导小朋友生命的关系，所以就是买了很多我们叫做多肉植物，有没有一小颗一小颗，然后还买了很漂亮的一个花盆然后教小朋友怎么把沙土泥土放进去，把它栽进去，怎么浇水。我还教说，你不能浇太多水啊，因为那个多肉植物很耐旱所以1个礼拜浇1次水就好，稍微给它晒个太阳就长得很好。那刚好那个时候去年疫情有的开始来了，有小朋友没有来，就留了好几盆留在教会我就很好奇因为平常很忙老是照顾那个盆栽都照顾不好，我就想说这个多肉植物它应该比较好照顾真的就把它放下来就1个礼拜才浇1次水，倒还好1年到现在还活着还活着就真的就把它放在我们教会的大厅里面。哇，最近还很不错，我们教会不是前几个月有惠圣节惠圣节他的儿子结婚我们有好几位同工去让好迎请去参加喜宴。他们夫妻很有创意，他竟然每一个宾客都送你1棵多肉植物说你回去摘表示说你看中他们的礼物你就好好把它栽培好这样子就回来又把它移植到我们主日学所留下来那个盆里面，它变成3棵就在看它怎么成长，就很有趣，因为那个比较简单嘛，不是很大。但是以前常常照顾盆栽都照顾不好。我们前不久不是那个陈天登牧师他有义卖他们的盆栽，哇，一颗一颗它的榕树都长得很漂亮。但很奇怪，放到牧师的家也浇水，它就是叶子长得不好，到底是太阳不够还是浇太多水都不知道，真的不简单我是说很不简单。那最近我们教会一些盆栽稍微有更换谢牧师去那个盆栽的厂商他就送了一个观叶的小棵的植物就想说也放在楼下。那我就没有想很多，我想说我们那个多肉植物要晒太阳，对不对？我要把那一棵也拿出去晒昨天一晒整天哇，下午一看说整个叶子都干掉了，我吓一跳说糟糕，怎么会这样呢？同样多肉植物长得很漂亮怎么那个叶子都萎缩掉了昨天好像说人讲西贝做瓦贝伊啦，就把它灌水进去我问谢牧师说早上你下去看着怎么叶子又活过来了就发现说每一棵树它每一个植物它的需求都不一样，但是
园丁知道，园丁知道，上帝这个园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植物，你会结果吗？有没有跟神连结？那个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归结来说，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的经文我们在后面在第8节的部分他说上帝要因为我们结很多果实而得荣耀。上帝要得荣耀，他不是自己自嗨他说你结很多果实，上帝就觉得很快乐，对不对？很重要。所以上帝爱你嘛，上帝很 care 你，上帝很在意你，所以你要结果实，才让上帝的心喜悦嘛。好，他说，而且是因为你有结果实，来证明你是他的门徒。你不能说我穿一件背心，说我是富强人，我是富强耶稣的门徒，挂了一大堆招牌没有用啊！你要结果子啊，结果子才是神所认定的，你是他的门徒啊。所以做主的门徒就是要结果子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2个层次，我们一定要避免，不要枯干的枝子被神剪掉。但是当你要结果子的时候，也要忍受神的修剪，神的修剪。葡萄是要修剪才能结果实累累，我们生命也要被修剪。我就记起说我们如何跟生命之子来做连结就是借由圣灵的内住跟同在，借由圣灵的内住跟同在。因为刚刚也提到了，不是实际的葡萄树根枝，或是我讲那些盆栽它是要跟主耶稣连结，你要靠圣灵的同在。因为耶稣已经讲过，我离开你们不是断绝，而是圣灵成为一个有机体，成为跟你连结，跟主耶稣生命的连结，一个通道。圣灵所以我们常求圣灵的同在，求圣灵的感动，求圣灵的充满，就是这个意思。第2个，我们要借由灵修跟祷告来跟主连结，因为灵修跟祷告就是会常常提醒你跟主的关系。第3个很重要，我们为什么最近疫情过了，我们就呼吁说，弟兄姐妹，你要回来教会。回来教会不是为了说我们要多点这些人数啦，是因为你的生命，你跟主的连结的生命，要借由教会的生活把它实践出来。因为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软弱的肢体有需要帮助的肢体有需要鼓励有需要这个圣经的话语不了解，我们要彼此来造就栽培所以我们教会就办各种不同的聚会，是为了让你成长嘛所以你的跟主的连结是借由教会弟兄姐妹大家遵守主的教训，然后让你的连结更深刻。所以我们在鼓励说，你要有小组的生活，你要有主日敬拜的生活嘛。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借由门徒的装备传扬福音门徒装备传扬福音，让你传扬福音来见证你跟神的关系。就像刚刚讲，会结果实的就是主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结果子的葡萄枝，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第一个，你要有生命的见证。基督徒呢，常常口头说很好，很快，很会讲，但是如果没有实际的生活见证，你怎么样证明说神的那个树跟你的枝子有连接呢？因为长出来的好像不像这棵葡萄树本来是长的那个巨峰葡萄你长出来像酸酸的不好下口的葡萄，那就不对啦。所以我们要有生命的见证，你跟家人的关系，你的工作职场的关系你在平常为人处事的关系跟邻居相处，都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基督徒要领人归主，最重要的是你有见证。你只要有生命见证，人家会觉得说，我很想要跟你一样那你带人家来教会就轻而易举了。第2个，我们说要结圣灵的果子。我们都知道在加拉太书有提到说，圣灵的9果有没有？那些都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塑造跟成长当中，你成为结果子的葡萄枝。第3个是刚刚已经提过了，一个传福音领人归主的过程。因为你有结果，就是得了很多果子很多灵魂的果子
得到很多灵魂，这是结果子的证明啊。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样见证你跟神的关系？是你在主里面为神服侍，为神摆上委身，因为这个最容易见证到。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有的人哦身价很高哎，你1个小时如果用钱来算，要不知道多少钱呢？但是你愿意把时间献给神，你愿在礼拜天无偿的来到教会，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得着神的恩典，你跟神的连结，得着这个生命的丰盛，胜过你物质上100倍1000倍。而且你是建造一个在天国的祝福的恩典跟赏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愿通过这个非常浅显的圣经的耶稣的比喻，来见证我们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要准备来进行那个我们的医治祷告的时段。我们欢迎在楼上的、楼下的，你心中有一个感动说，是的，我无论是生活上的困难，或是工作上的困难，或是心灵上的软弱，你愿意在主面前得着神的医治。牧师要带领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之后，我们请祷告团、我们的敬拜团、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小组长预备心，要来为我们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一起同心来做祷告。我们先来做祷告。谢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满满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当中所做奇妙的工。耶稣，你用真葡萄树与枝的关系，我们平常生活最常见的植物的成长，看到这样的美好的连结，结出结实累累的果子，让它成为生命中最美好的食物。主啊，我们在属灵生命也要这样子，藉由跟神连结、圣灵的同在，我们得到这种生命的充裕，让我们成为结果子的门徒。主啊，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领受这样的祝福，我们随时跟主有美好的关系。主啊，我们接下来要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无论是肉体的病痛、心灵的困难跟需要，或是整个生命当中的成长的挑战，我们就求神跟我们同在，愿我们的祷告蒙神来垂听，我们一起见证神同在的奇妙的力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请同工敬拜团带我们大家先唱一次全能医治者。来唱一次之后，你有需要代祷的弟兄姐妹，请你不要客气，勇敢移动你的脚步到前面来，楼上的也可以下来，好不好？我们现在唱一次在唱诗歌当中，就慢慢的我们移动到前面来，一起要做祷告。全能医治者，一起来。开始一起来唱，来。主耶和华，我医治者，他是全能医治者，他以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主耶和华，我医治者。可以站宽一点，没关系可以强一点，再一次。你是我神，来医治我，你是全能医治者，你以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你是我神，来医治我。音乐轻轻的，声音小小的，我们再可以宽一点，我们同工可以为你服侍。在前面的弟兄姐妹，你心中先在神面前默祷，你告诉神说你需要神什么样的医治，然后
再简单的跟你服侍你的同工来告诉他们，为你们做按手祷告。我们这个时候后面还有人可以过来或是站在第2排也没问题。我们这个时候开始用音乐诗歌带领我们轻轻的唱，一起圣灵的流动，圣灵的水流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同心一起要做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请诗歌再出来。耶和华，我已知道，他是全能的至神，他已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主耶和华，我已知真。你是我神，来医治我。你是全能的至神，你已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你是我神，来医治我。再一次，我们再重复一次。主耶和华，我已知真，他是全能的至真，他已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主耶和华，我已知真。愿神垂听我们的祷告，跟神讲神要医治你，神要医治你。主耶稣，我要得医治；主耶稣，我要得改变；主耶稣，我要得新的生命。主耶稣，请你医治我。你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你是主神来医治我。我们还祷告的继续，我们要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都起立好吗？我们要在同心在主面前宣告主的医治要临到每一位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再唱一次，然后做牧师来做宣告的祷告，一起来唱。还没祷告完的继续没问题，一起同声来唱。主耶和华，我已知真，他是全能的至真，他已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主耶和华，我已知真。第2节。你是我神，来医治我。你是全能的至真，你已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你是主神，来医治我。我们音乐继续，弟兄姐妹。无论是你为别人祷告，或是为自己，我们把手放在心上，我们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要跟主耶稣的生命连结，要跟主完全的畅通，让我一切的罪被捆绑的罪完全被消除。我们的生命要得到新的生命，我们要得着神的医治、神的释放、神的平安、神的喜乐。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献上祷告。每一位弟兄姐妹，他有软弱、有病痛、有需求，无论是器官上的疾病、思想、脑中的疾病、消化器官的疾病、骨头血管的疾病，以及我们慢性的疾病，神啊，只要你同意，只要你愿意，你就要赐下医治在我们每个人当中。
我们弟兄姐妹有的年纪大，或行动不便的，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找到适合的医生，帮助我们恢复我们的行动，恢复我们的力量，恢复我们的筋骨，恢复我们的关节，都得神的医治。神啊，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遇到癌细胞在我们身上成长的，神啊，这是你的权柄，奉你名来祝福这些有不好的细胞在身上的，因为神的恩典、神的宝血、你的医治要临到他们，让一切坏的细胞完全的被离开消除。主啊，感谢你，无论是在现场的，或是在家中的，或是在网络上的，以及我们所带导的弟兄姐妹，神啊，将这样的医治，像这样的平安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是坚信主耶稣恩典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感谢赞美主，我们确信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就必得平安；主耶稣为我们受鞭伤，我们就必得医治。这样的医治是在每一种疾病、每一种心灵上的软弱、每一种困境，都要被神所医治。感谢赞美你，祷告都是奉靠无罪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回座。愿神的医治临到每一位。我们请回座，我们请诗慧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做奉献，请执事来预备。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一起唱奉献诗。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的金句，请看周报最后一页最下面。我们一起来念：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书3章21节。现在报告，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服事的同工，请做好预备。下周的施礼是杨中和执事。翻开周报的第4页，在肢体交通的部分，第1项中保代祷征求第46期的代祷同工，
5月到8月的这个部分，在今天的报名截止，希望大家可以尽一点小小的服事，也都可以领受上帝大大的恩典。在1楼的公布栏可以签上自己的时段，也在下个礼拜5月7号举办同工的祝福派礼。第二个新疫情的这个部分，在5月1号也都已经降级解编。4月17号开始，也都可以不用戴口罩。教会除了一些重要施工需要戴之外，虽然不强求，但还是建议佩戴口罩，避免其他的流行性病毒。第3项，本会为了庆祝5月14号到来的母亲节，定在5月7号提前开放全家福的拍照。下主日5月7号开始，在以下有几个布置的点，都可以开始登记做拍照。本会祷告事工的邀请，有2个。第一个是主日早的祷告会，在每周的主日8点40到8点55分，还有周五的全教会祈祷的邀请，在每个礼拜5的晚上7点50到8点半，在敬拜中心的4楼，恳请大家踊跃参加。今天的祷告医治的时间，也希望每位上前来医治的会友，都有得到上帝医治的恩典。5一劳动节的这个部分，第3项，明天5一劳动节，一些干事大部分都休假，也有事情的话，再麻烦联系我们的夏牧师。也持续的第4项，我们也持续的大家关心一些没有出席主日礼拜的会友。那我们翻开第5页的一些培育事工，以下的讯息也都请大家自行参阅。还有包含最下面的有一个牧区团契的消息，这周6的4月29号聚会松年团契是暂停。主日学的部分的话，背京剧的活动也开跑了。希望每个有小朋友的家长都可以鼓励小朋友来参加主日学。关怀代祷的事项也请大家参阅，并持续为以下所需要的做代祷。剩下的时间，我们再请牧师来做一个补充的代祷，谢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有一位我们教会美满姐的爸爸哈。李英华兄伫后壁面，请伊徛起来，阮甲你欢迎哈，英华兄，欢迎你，英华老兄弟哈，欢迎你哦。他住新营了哈，住新营最近这一段时间来到美满姐家哈，他特别带他来教会，欢迎你，请坐哈，多谢阮叔叔哈。那牧师也在做一点补充的报告了哈，做一点补充的报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下个礼拜跟14号的母亲节呢，我们要办理这个我们的母亲节的全家福的拍照所以请各位家人他邀好是下个礼拜提前拍的话，可以疏解一些人流了哈。当然母亲节那一天，我们都是最主要的我们的会准备这些拍摄的同工来帮忙你哈所以因为同样一个时段要轮流拍，所以大家预备好最好是邀全家在一起来最好哈。那另外一个报告就是说，我们今天因为有那个5一劳动节的连假那个中央厨房的厂商就没办法供应午餐了哈，所以等一下结束的时候，请大家3、5好友邀一邀到外面吃好吃的哈。然后今天我们3楼下午第2堂礼拜就没有预备午餐了，请大家来原谅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报告，就是我来看那个投影片哈，我们教会要邀请大家我来动就可以。这个是箴言的一个书抄写的一个活动牧师手上这一本就是实体的这一个箴言这就是我们圣经里面很宝贵的一卷圣经，就是箴言，因为里面有很多生命非常重要的教导他在推广说，你有
有机会的话来报名啊，抄写。好，我们看第2页，你看这个就是左边就是经文，右边就是空格，你按照就是按照小学生一样，一排一行你就抄一行。你要写大字小字都可以，要写毛笔更好，说钢笔拿一支好的笔来写。它有一个活动，就是说我们如果登记来购买这一本要180块啦。你登记好，如果你时间来得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公告是我们太晚知道，6月底就要交卷，6月底交卷他会参加公报社的抽奖。而且你名单被抽到，还放在公报上帮你登录但是我们教会想说，重点是大家有愿意，因为他慢慢抄写是帮助你对圣经经文的思考所以我们可以延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只要你愿意抄写，你把整本抄完，交给小组长来认证，那我们就会送小礼物，而且这本书的钱再退给你所以我们预计原则上就到9月底啦就比我们的公报社慢了2-3个月如果大家说我还要写，但是写得很慢我要好像一笔一画，好像刻钢板一样，那就写慢一点，没关系。你如果真的想要再延后交也没关系，重点是你有写我期待我们各小组大家一起鼓励用抄写来认识神的话语，来灵修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到办公室登记，然后如果先登记的就可以拿到这本手册了那左边是经文，那右边就是空格你可以用钢笔啦墨水笔都可以写鼓励大家了当然这是一个活动，因为以前我们曾经一起抄写这本圣经我们一个全本圣经放在这个圣餐桌上，就是每一个人参与抄写的现在是这一本是你独立抄写的愿神透过这些经文赐福大家。很多参加抄写的弟兄姐妹，他都经历到说神很奇妙的恩典，在很多地方给他很奇妙的带领所以不只是一个工作一个生活，也是一个生命都跟神的连结鼓励大家有兴趣或是你有时间都可以报名好，大概报告到这边祝大家在年假出入都平安愉快我们来做结束。谢谢牧师。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唱颂荣的诗歌。我的心，我的请牧师做最后的祝祷。没关系，我们站都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请做默祷，必会愿神恩典跟你同在。今日第2堂的主